台南远东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元仁下午化身一工快递的志工，派着外送的背包，亲自送来100份由该校餐饮系师生共同研发制作的山野面包、加鸡卵糕，给基美医学中心的医护人员。一方面，为了医护人员的辛苦，另外嘛帮助农民来行销山野。这次疫情期间，我们每天都在看到。从电视上看到很多医护人员都是站在最前线来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老百姓，我们学校很多老师都是相当的感动。那这一次是我们学校的餐饮管理系师生他们主动的说要来配合目前台南正在盛产的芒果，做成芒果面包来送给这些医护人员，来代表我们的心意，代表我们对他们的辛劳跟感谢。首先，我还是要感谢我们远东科技大学，那我们校长以及我们所有的师生带给我们奇美医院的这些爱心。那代表奇美医院，谢谢他们。那我想，我们非常感动的是，在这个疫情当中，虽然有很多的这些这些疫情对台湾也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相信我们远东科大的这些师生们的爱心，其实是替我们医护人员是最好的这个支持。跟替我们打了一些强心针。那我相信我们远东科大也是我们奇美医院的好邻居。那他们的这些的这些爱心，那我们都收到了。那我相信我们会更努力的照顾好我们民众的健康。校方表示，为了帮助农民的行销，所有的山野拢是由南化农会来赞助提供。虽然疫情期间有无用无用，医护人员上清楚。校方取无用的芒甲山野的芒的谐音。虽然外界认为医护人员对山野的芒甲往来的网甚至有禁忌，基美医学中心的副院长表示，为了帮助农民，因嘛是大量来采买。医院是不是很忌讳吃芒果跟凤梨？那我想这个是。大家普遍上有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忙跟这个太旺了哈。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病人都是平安健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在医院里面吃。但是我想这一波的疫情对我们台南市的凤梨跟芒果都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医院也响应了市政府的这些就是照顾农民的活动，所以我们医院也买了不少的这个凤梨。那请我们这些医院的同仁们来来一起来分享这个台南的这个我们的名产。那我想这一次校长带领的团队不只照顾了医护人员，那同时也照顾了我们台南的乡亲的这个在地的这个农产品。我相信这是一个义举。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